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9。弥迦书7章18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敢有别个神明会当甲你比？你赦免罪过，宽赦所剩的子民犯的过失。你无永远藏生气，反正意爱怜悯。三角来祈祷，赦免阮的罪过，宽赦阮的过失，无永远生气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我满心感谢，来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。主啊，你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令世间所无的疼来听阮，我们要用一生来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虽然阮常常软弱跋倒，总是你犹原愿意赦免阮的罪孽甲过犯。主啊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无改变。阮的上帝啊，敢有别个神明会当甲你比？你赦免罪过，宽赦所剩的子民犯的过失。你无永远藏生气，反正意爱怜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